先問你一個問題，你屋企雪櫃為金黃色嘅，用嚟煎牛扒、茶多士嘅嘢，你肯定佢真係你以為嗰樣嘢？呢樣嘢淨係個名已經亂到七彩，台灣叫佢做奶油，香港同馬來西亞叫佢牛油，內地叫佢黃油，講緊嘅其實都係同一例牛油，但比起個名仲亂嘅係個盒入面裝住嘅嘢。有調查發現，市面上掛住牛油個名嘅產品超過一半，裏面裝嘅根本唔係牛奶做嘅乳脂，而係植物油或者動植物油撈埋一齊。呢件事喺台灣仲搞出過一場大龍鳳。2017年，有知名品牌俾人揭發用過期原料整人造牛油，逼到監管部門直接出手立法，證明乳脂含量達到80%以上先至有資格叫牛油。用植物油整嘅一定要老老實實，標明係人造牛油，標人不實，最高罰款400萬。為咗個名要搞到政府立法嚟管，全世界怕且冇幾多種食物有呢種待遇，憑咩呢？因為牛油呢樣嘢由頭到尾都比你諗嘅矜貴，佢係將大約20公斤牛奶濃縮成1公斤嘅乳脂精華。喺中世紀嘅歐洲，佢貴到俾人攞嚟當貨幣咁用，直頭用佢起咗一座75米高嘅大教堂塔樓，仲間接挑起咗一場改寫歐洲歷史嘅宗教革命。但呢腳金黃色嘅小方塊，亦都收埋咗一連串你大概從來冇諗過嘅磨鎖題。牛奶明明係白色嘅液體，佢點樣變成金黃色嘅固體㗎？工廠入面嗰一桶桶鮮忌廉，點解搞下搞下就變成牛油？牛油嗰一身金黃係天生定係染出嚟㗎？仲有嗰個同牛油鬥咗150年嘅假牛油，當年究竟係邊個發明嘅？又點解差啲將真牛油扯落黃咗？今日我哋就帶你走入呢座由牧場一路連到包裝線嘅牛油工廠，將呢啲答案逐個掘出嚟俾你睇。故事要由中世紀嘅歐洲講起。嗰個年代，牛油係不折不扣嘅奢侈品，得貴族同有錢人食得起，價值高到可以喺交易度當貨幣咁用。一腳牛油就係一腳適行嘅金條。但真正離譜嘅事發生喺法國諾曼第。中世紀嘅天主教會規定，每年大齋期嗰40日，信徒唔准食牛油呢類乳製品。呢樣嘢對靠橄欖油過日子嘅南歐人嚟講冇乜嘢，但係對世世代代靠牛奶同牛油為生嘅諾曼第人嚟講，呢條規矩等於攞佢哋條命。點算？教會俾出一個好生意佬嘅方案，俾錢就有豁免，一份牛油豁免費要6個里弗。15世紀尾，教宗因諾森8世正式批准呢門生意，諾曼第人乖乖排隊俾錢，結果錢收得太多，多到老昂大教堂直頭用呢筆牛油稅起咗一座75米高嘅塔樓，由聖四日88年一路起到1506年，直到今日呢座塔嘅名仲係叫做牛油塔。更戲劇性嘅仲喺後頭教會呢種先禁你再賣豁免俾你嘅手段，勒架咗一個德國人馬丁路德。佢喺控訴教會嘅檄文入面專登點名鬧過呢門牛油生意之後嘅事。你大概喺歷史書度讀過啦。宗教改革爆發，歐洲俾人徹底改寫腳，邊個會諗到引爆點之一竟然係日茶多士嘅牛油？一嚟可以當貨幣，可以起教堂，可以搞動宗教革命嘅食物，憑咩？憑嘅就係佢嘅稀有。喺冇機器嘅年代，整1公斤牛油要先周底出大約20公斤牛奶，再靠人手一下一下咁搞幾個鐘。而今日嘅工廠將呢件事壓縮成一條幾乎見唔到人嘅流水線。接落嚟，我哋就入廠睇下。講完歷史，我哋返到今日嘅工廠。一塊牛油嘅起點唔喺車間，而喺牧場。現代牧場嘅第一條鐵律，聽落好似玄學，一定要令牛保持好心情。呢個唔係煽情，係生物化學。奶牛同人一樣，緊張經清嘅時候，身體會分泌一種叫皮質醇嘅壓力荷爾蒙，佢壓制免疫系統，令產奶量下跌，連牛奶嘅味道同營養成分都會跟住變差。相反，放鬆開心嘅牛，奶質更好，乳脂更充足，所以現代牧場會為牛準備乾淨寬敞嘅牛舍、新鮮嘅牧草，甚至幫每隻牛戴住一個智能頸箍。
24小時監測體溫、心跳、活動量同進食狀況，數據直接傳返去管理系統。邊隻牛有少少唔舒服，系統即刻會響警報。擠遞奶環節同樣幾乎見唔到人，每隻牛行入自己嘅擠低奶位，柔軟嘅橡膠吸杯輕輕吸附喺乳房上面，利用溫和嘅真空脈動將牛奶吸出嚟，全程模仿緊牛仔食奶嘅節奏。好多人唔知嘅係，所有產奶嘅母牛其實都係媽媽，每一隻都有自己嘅牛仔，所以擠抵完奶，母牛會即刻俾人放返去牛仔身邊，既可以安撫母牛嘅情緒，又可以俾牛仔繼續食到母乳。呢個小小嘅安排背後，都係嗰條鐵律，牛安心奶先會靚，擠低出嚟嘅牛奶唔會停留，會喺24個鐘之內由大型冷藏車送去加工廠，全程保持低溫。一到廠，先過體檢關，實驗室抽樣檢測細菌、污染物、乳脂率同蛋白質含量，是但一項唔達標，成批原車退回。通過檢測嘅牛奶會打入巨型嘅恒溫儲奶缸，喺最大限度抑制微生物嘅環境下，等住進入下一站，嚟到成間廠最核心嘅魔法，將白色嘅牛奶變成金黃色嘅牛油。第一步係殺菌。合格嘅牛奶會加熱到大約攝氏140度嘅超高溫，但只持續短短2到4秒，瞬間殺死絕大多數有害細菌，然後即刻急速冷卻到4度，一熱一冷之間，牛奶既安全咗，風味又冇被破壞。第二步係分離，喺牛奶入機器之前，所有會掂到牛奶嘅大型容器都要先經過徹底清洗，呢一步絕對唔少得。因為任何一丁點殘留污染都會毀咗成批奶翅嘅質素，然後牛奶會送入一排高速運轉嘅離心分離機，喺強大離心力作用之下，密度唔同嘅成分被硬生生甩開，比較輕嘅乳脂浮出嚟，成為濃稠嘅鮮忌廉，亦即係牛油真正嘅前身。剩低嘅部分就係你喺超市見到嘅脫脂牛奶。冇錯，脫脂奶其實係整牛油嘅副產品。乳脂俾人抽走咗，泥質、維他命同礦物質仲喺度，所以佢先至成為減脂人士嘅新寵。第三步先係真正嘅翻轉時刻，絞乳分離出嚟嘅鮮忌廉會先被調校，根據要生產嘅牛油種類，工廠會加入或者抽走脫脂奶，將乳脂含量精準調整到目標值，然後再次殺菌。有啲產線仲會喺呢一步加入乳酸菌，俾鮮忌廉短暫發酵。賦予牛油果陣微微嘅酸香，呢個就係烘焙老手最愛嘅發酵牛油。然後鮮忌廉送入絞乳機，開始連續攪打15到20分鐘。喺你睇唔見嘅微觀世界入面，一場政變正在發生。鮮忌廉原本係油的浮喺水入面嘅，結果無數細小嘅脂肪球被一層薄膜包住，安安分分咁蛋浮喺水度。但持續嘅劇烈攪打會將呢層薄膜逐個撞破，露出嚟嘅脂肪開始互相攬埋一齊，越攬越大，最後成個體係鐵底翻轉，變成水滴被困喺油裏面。呢一番液體就變成固體。成個攪打過程入面，機器會實時監測溫度同酸鹹值，任何一個數字走樣，呢批嘅口感就玩完。金黃嘅牛油顆粒浮出嚟，剩低嘅液體被排走，嗰啲就係落乳。即係歐美班戟食譜入面嘅 buttermilk， 佢亦都唔會浪費，會俾人做成飲品或者拎去做烘焙原料。所以牛油嘅本質根本就唔係乜嘢添加同加工，佢只係牛奶裏面嘅脂肪俾人物理式咁打到攬埋一團。一塊合格嘅牛油，乳脂含量要喺80%以上，呢條線係國際通行嘅標準，亦正係開頭講嗰條證明紅線。搞好嘅牛油顆粒，仲要經過最後幾道執靚工序。先講鹹味，市面賣嘅牛油分無鹽同有鹽兩種。有鹽牛油嘅加鹽量通常喺0.1到1.5之間，視乎各地口味。鹽唔單止係調味，佢仲係天然嘅防腐劑，可以令牛油保存得更耐。烘焙用無鹽，茶多士用有鹽，就係咁樣分開嚟。再講顏色。呢度有個會啱覆你認知嘅冷知識，牛油嘅金黃色本來源自牧草裏面嘅胡蘿蔔素。食新鮮青草嘅牛油顏色會更黃；食乾草飼料嘅牛油偏白，顏色會跟季節波動。
但蘇核沙偏偏認定黃色就等於好嘢，所以喺美國等一啲市場，工廠會喺牛油度添加食用色素，將顏色統一調校成嗰種標準嘅誘人金黃。你以為最天然嗰抹黃，好多時候其實係被精準調配出嚟嘅。調味之後，牛油會被反覆油壓，排出多餘水分，令質地均卵細絲，再灌入20公斤一地嘅大模具，送入凍房定型之後，按訂單切割成唔同規格。家用嘅細條會包上貢箔紙、臨紙或者淋膜紙。呢層包裝嘅任務係同時擋住空氣、濕氣同光線，因為牛油入面嘅不飽和脂肪酸一見光、一掂到氧氣就會氧化變味。供應俾烘焙廠同餐飲業嘅則被分裝成大概1.8公斤一包嘅罐薄袋裝，仲有大約40%嘅牛油會灌入膠盒，盒蓋隨時開閂，可以搭起擺放，係雪櫃同貨架嘅雙重寵兒。出廠前，每一批牛油仲要過最後一關質檢，檢查純度、乳脂率、酸度、塊有冇沙門氏菌同大腸桿菌，全部過關先至裝上冷藏車。冷鏈會一路護送到超市凍櫃，溫度由頭到尾唔可以短，因為只要溫度一波動，牛油嘅風味同質地就會開始走樣。而喺工業流水線之外，法國布列塔尼仲保留咗另一種節奏。好似博蒂耶呢類手工牛油工場入面，老師傅喺大轉台上面一邊又一邊咁油打牛油，直到質地如絲歲般均勻，再用手工塑造成方塊長條，甚至小圓3，一日可以做出2萬份。機器俾咗牛油規模，老師傅俾咗牛油身價。最後我哋嚟揭開頭嗰個餡念，貨架上嗰啲唔係牛油嘅牛油，究竟邊度嚟㗎？時間返到去1869年嘅法國。當時牛油貴到飛起，窮人同軍隊根本食唔起。皇帝拿破江3世索性公開散賞，邊個可以發明一種平價嘅牛油替代品？重重有賞。一位叫梅熱穆里耶嘅化學家接咗榜，佢用牛脂肪混合脫脂奶，整出一種白到發亮嘅人造油脂。因為光澤似珍珠，佢用希臘文嘅珍珠一詞幫佢改名做馬之潤。冇錯。就係人造牛油嘅祖宗麥其林。人造牛油一出世，真牛油陣營即刻緊張起嚟。喺奶業勢力攀大嘅美國，各州奶農瘋狂遊說立法，圍堵呢個平價對手。有啲州對人造牛油精收重稅，有啲州乾脆立法禁止將佢染成黃色，逼到廠商只可以賣產白色嘅產品。甚至有州一度要求人造牛油必須染成粉紅色。專登整到樣衰，冇人想買。威斯康星呢個奶業大州更加直接禁售人造牛油幾十年，直到1967年先解禁。之但係擋係擋唔住嘅。20世紀初，科學家發明咗分化技術，可以將液態嘅平價植物油整下變成固態人造牛油，從此鐵底起飛。佢評級擺好易查，戰後仲被包裝成比動物油更健康嘅現代選擇。銷量一度全面超越真牛油，將對手打到節節敗退。直到幾十年後，科學界先發現一個得人驚嘅真相：唔完全分化嘅過程會產生反式脂肪，而反式脂肪會顯著增加心血管疾病嘅風險。風向就咁全球逆轉，美國、台灣等地都由2018年起全面禁用唔完全分化油。世界衛生組織更加發起咗喺全球範圍內消滅人工反式脂肪嘅行動。曾經嘅健康替身跌落神壇，俾佢壓住打咗幾十年嘅天然牛油，反而王者歸來講句公道說話，今日正規貨架上合規格嘅人造牛油，多數已經唔再用貧化工藝，冇反式脂肪嘅問題，但佢依然係高飽和脂肪嘅食物，同健康2個字談不上沾邊。真牛油都一樣，再天然佢都係80%脂肪，所以呢一仗打到今日，真正嘅贏家其實係標示制度。牛油就叫牛油，人造嘅就標人造。乳脂含量喺10%到80%之間嘅，只可以叫脂肪抹醬。你買嘅係乜嘢？包裝上面必須寫清楚，剩低嘅交俾你自己揀。你以為牛油淨係一腳黃色嘅方塊？佢其實有好幾款面孔。第一種無鹽牛油，烘焙界嘅標準答案。整蛋糕、曲奇牛角包全靠佢，因為冇落鹽，食譜嘅鹹度先可以精準控制。第二種
有鹽牛油，餐台上嘅主角。茶多士、煎牛扒、撈青菜，一嚟搞掂晒。第三種發酵牛油，加咗乳酸菌發酵，帶住微微嘅酸香同更濃嘅奶香。法式牛角包嗰陣迷死人嘅味道，一半功勞喺佢身上。第四種澄清牛油，將牛油加熱，隔走水分同乳固形物，剩低純乳脂，發煙點大幅提高，特別適合高溫煎炸。印度人叫佢做酥油，攞嚟煮咖喱，已經有幾千年歷史。仲有一種最頂級嘅玩法，風味手工牛油。法國布列塔尼嘅伯迪耶魯斯苦地，會喺油打好嘅牛油度撈入海藻煙順鹽韻呢？那條同埃斯佩萊特辣椒，每種口味都有自家嘅秘方，專供米芝蓮餐廳嘅麵包男。一塊牛油可以過數到只係多士上嘅一抹，亦可以講究到成為一道菜嘅靈魂。下次企喺烘焙材料鋪嘅凍櫃前面，你就識得揀邊一列啦。講到呢度，我哋呢場由中世紀教堂一路走到現代車間嘅牛油之旅就嚟到尾聲啦。所以下次當你切一小牛油，望住佢喺熱蠟度慢慢溶開，吱吱聲咁起泡嘅時候，不妨諗一諗，呢紋金黃色嘅小方塊裏面藏住20公斤牛奶，濃縮成1公斤嘅乳脂精華，藏住一座靠牛油碎起出嚟嘅75米高塔，藏住一場俾牛油點燃過嘅宗教革命，佢仲藏住一班帶住智能鏡箍嘅快樂牛乸，一場將水包油翻轉成油包水嘅微觀政變，同一場同人造牛油鬥咗150年，最後靠一紙標示規定先分出勝負嘅百年戰爭。佢唔單止係一腳查多士嘅油，佢係牧場、化學、宗教、戰爭同法規一齊寫出嚟嘅一份你點都諗唔到嘅禮物。而開頭嗰個問題嚟到呢度都有咗答案，唔理你嗰度叫佢做牛油、奶油定係黃油，分辨嘅方法都一樣。反轉個包裝盒睇下成分表，第一位寫住乳脂鮮忌廉嘅就係真嘢，第一位寫住植物油嘅點樣金黃都好，佢都係人造嘅一字之差，背後係兩條完全唔同嘅生產線。呢個分辨能力就係今集影片想送俾你嘅嘢。咁問題嚟啦，睇完呢條片先話俾我聽，你嗰度叫呢樣嘢做牛油、奶油定係黃油？然後去試下你屋企雪櫃嗰嘅包裝，佢係烘焙用嘅無鹽款，係茶多士嘅有鹽款，係貴鬆鬆嘅發酵款，定係其實係一盒人造牛油？歡迎喺留言區話俾我聽你嘅發現，睇下邊個叫法嘅人最多。呢度係我哋嘅頻道，每一座超級工廠嘅背後都收埋住一個超出你想象嘅食物世界。如果你中意我嘅影片內容，歡迎讚好、訂閱，一齊揭開每一啖美味背後嘅工業奇觀。